跳起来。完了。
古比林着呀嘞。休息安逸了。看到的了。你肯定有3-4个月了。105啊，今天。没有。爱拢一点，爱拢一点。老五也来了。
哇，那边还有一排都没来，这还有，这有几个，一大堆都马上快了。这还一排，都还没等，都还没开始那个。用人来跑吗？是吧？啊，就用人他们一跑是吧？啊，他们都还没开始在直播。终于上场了。
出场上。
看嘛，很有。其实这个歌好听啊。哎，不放了，我要放音乐了嘛。再咳出来一杯嘛。我打 Q 到那个，这两句嘛，这没得。这一个，哎，这个多嘛。Dala re, di
ったんですもよや这个女孩子目前没戴口罩，哦，你认到他了？你认识吧？啊，认识不？是他，这个做嘛？是我去也见戏。他有个抖音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他。我问下他就说噻。等下问他。对啊，你要是你有眼光。他跳的动作很好看，那个。得给的太多了，得给的10句的，这一排都是得给，这一排全部都是得给的。还哑巴。我那个哦，环基本就是这些地方嘛，甘孜、哈巴县、福建县还有市区太多了。哎呀，我那个飞机把那些。
人叫那什么那手中的金人家人。兄弟们盼着家呀，那句字米不能念。三兄弟见了大手情不知金钱里，四季出了这么家呀，我记住了我就有。那同个人叫那什么那手中的金人家里。等会儿那个嘎青他们要在那边。 8点钟的嘛，说的是。我那9点半。我说8点钟太晚，我们再去那个。不是说的8点钟。我要说9点多，9点15，他说可以。他通知8点多，他说8点多就现在在跳舞了嘛。下午就发了。
不？你不认识啊？好像是这个。这个做嘛？这个做嘛？哪么晚回来了？都是哪么晚还没回来？我姓张。你号码给我打过来吧，打过来，到时候我给你问了，问了过后他给你回话。看你给我打过来。好，在这里面不能等，在外面去等。好，在这里面不能在里面。好，谢谢你。剪了一段，他剪了一段，他太长了，7、8分钟，剪了一半左右。收了走嘛？可以看。啊？我看那个通知是8点这正头午上跑不进去嘎。我刚说好了9点多，9点10分，我们上场再去。不歌。我未来。
个怎么样？对。等了1个小时。2个的虫子吃过去啊？有树有痕。哦，都是直接传出去了吗？都一样的啊。因为想看你看视频。那都是同一个账号吗？啊，一个账号。那可以这种就可以。才1个小时。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。另外一个直播手机没电了，这个手机还有电。
应该。最后一曲了。C'est le long qui te l'a
点今晚来，那人多陪了的。今晚来噻，他在今晚二楼的嘛。你们那边有几个摄影师啊？来今晚拍吧，今晚拍多好。没得，这是可以今天，没特别好了。特别好了。下课呀，可以下课。为什么？看你还是喜欢打戏吧？哎，你我那个可以一起过来吗？我们就要吃不啊？是个金牛吗？真的那个。啊，周噻，周噻，咱们就结束了吧？哦。啊，周噻，哇，那么远，我操！那落满了嘛？就是那有头牛那点儿，哦跟过去那儿。哦。来电话了，看着这起劲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舞差不多该死了。这个名字叫四柱四柱四科。四柱四科，啊，对。是我们师徒三人的演出，然后是花木下注明的歌，然后我们3个人编的，是这样子，在爱情这里。对啊，你微信上说了的嘛？你微信上说了。明天发，好。你要保证这一次没有事发生。啊，四柱四科，四柱四科。他的一个他们3个人原创舞蹈，四柱四科。不对。深圳嘎木不过去了，都晚上回去接着找。你开成飞行模式嘛？开飞行模式，电话就打不进来了。我就要早点回去，他10点2点开始考试了。好嘛，10点半我要走。可以。太早。
声音开大点点。最大了，哦，觉得声音有点小。最大的。
独子汉，咋回事？我把手机往那放。我不要掐到了。太远了。冲一下你。挡到了。往返就不要那个。有一点点没电的感觉，音响。音响到热到。没电。音响到热。麻烦。耳目还是这样。耳目就这边。左边是325，右边是江阴望浦。那天在青阳宫，他们两个不是都走了嘛？那天。还在跳嘛。他们两点直播好久。哦，他以前不开那个的，因为他们刚刚来的时候根本没开抖音，后面才重新注册了自己搞的耍的。那几天在青阳宫跳嘛，都在，其他人都走了嘞。他们两个在。有蚊子，两边正中间蚊子。应该当你的徒弟啊！每一首歌是一个师傅，我的每一首歌都是单独的吧。
边是妹妹，右边是姐姐。哎，这个扎西看一下就会了吗？是，这是哪个地方呀？就是在紫罗中心旁边啊，是在高速桥这边。这师徒两个。